來看這家己市區的公車，互民眾指控講，這椅仔頂頭呢烏烏一架一架，看起來親像是生菇同款。業者是表示講，目前是有討論這個清潔的辦法，若準無法度來恢復，安尼就會換新的椅仔。冷白色的公車頂面，密密實的污點，那親像是生菇同款。互人坐的所在，嘛有一沓一沓垃圾的所在。民眾佇網絡發文，講家己市的公車頂面，攏看得到這種狀況的椅仔。質疑相關單位敢有在注意衛生的問題。上車看到只有用站的，根本就不敢坐，因為下去之後，到底有沒有傳染還是怎麼樣的話，會心生畏懼。尤其現在傳染病這麼多哈。應該不像是發霉了，它是算是比較髒污垢而已啦，對吧？還可以的，因為最近下雨嘛，說不定那個椅背有那個油垢了，但至少還要清一清啦，觀感比較好。客運公司出面表示，車內環境除了司機逐工會來摒掃以外，下班的時陣嘛有請專門的人來做清潔。因為這款椅仔色水較淺，所以若是民眾的手也是頭毛淡淡，較會有掉色的狀況，不是椅子來生菇。乘客的頭髮髮油啊，造成一些椅子上那個吸附它所致啦哈。那駕駛部分是我們每天都要定期在清潔，好，那它清潔部分可能是在表面上。清潔而已，然後可能滲透進去，所以米色的座椅就是比較容易凸顯這個髒污。因為即擺有民眾反映，客運公司強調已經甲負責清潔的廠商討論改善的方法，但是效果無較好，嘛有可能會將狀況較歹的椅仔直接換掉，減少民眾對公車椅子衛生的顧慮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